喂，俾啲掌聲嚟得唔得啊？跳得咁辛苦都冇掌聲嘅。我係臨時排㗎。臨時排㗎，頭先嗰段都係啊。喂，喺呢一度咧，再一次提醒下咧，喺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咧，我哋現場直播啊，就係咧呢個除夕倒數啊，愛香港迎2010，我就係 Made in Hong Kong 嘅 Alex 李志剛啦。我係 Made in Hong Kong 嘅 Angela， 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係 Made in Hong Kong 嘅超 B 啊，你哋好嘛？好嘛 ，Hello， 喂，仲有遠處嗰度嘅朋友咧，我哋都照顧到㗎喎，喂，喺 Hello 呢邊係啦，呢邊嘅朋友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嗱，今日咧個節目咧話到明咧就係咧愛香港迎2010啊！咁喺我哋嘅香港電台嘅網站上面咧都有呢一啲投選嘅喎。係啦，其實咧我哋早前咧喺 Made in Hong Kong 嘅節目裏邊咧，亦都收集咗所有聽眾咧一齊翻嚟嘅一啲叫做愛香港嘅原因，好多咧都好特別添㗎喎。係啦，其中一個好特別嘅咧就係都係 Top One 嚟㗎，就係咧因為香港有張國榮，所以愛香港。哇！你哋有冇投票啊？有冇投票啊？有冇投票㗎呢邊？我有投票俾掌聲嚟聽下好唔好啊？愛香港其中嘅原因咧係有張國榮咧，我覺得講得非常之好。嗱，以下我哋講一啲咧大家聽眾投選咧愛香港嘅原因。如果大家覺得好嘅話咧，俾啲掌聲同埋講個好字；覺得唔好咧，可以噓都得㗎噃，好唔好啊？嗱，投選嘅結果。